追踪这个洗卸产品是由女艺人柯佳嬿代言，因为在脸书或是 IG 上经常看到她拍摄的宣传广告，很多消费者冲着偶像购买，发生消费纠纷后，引起消费者愤怒，在厂商官网留言，而柯佳嬿经纪人也赶紧协调，厂商发出声明，表示售后退费问题跟柯佳嬿无关。另外，消保官也解释，艺人代言的是品牌或产品的形象，对于厂商的履约争议，消费者应该找厂商负责。追踪被消费者指控很难退费的洗卸产品，这是由女艺人柯佳嬿代言。会场主持人 VS 产品代言人柯佳嬿，可以，我洗了1瓶了，她已经用完1瓶了。除了代言人这个身份，她说自己平常就是爱用者，在广告中。产品代言人柯佳嬿平衡每一克净肌纯白，她的用词是净肌纯白，很多消费者冲着柯佳嬿的个人形象才用网络下订单，消费者不满，纷纷在厂商官网留言大骂诈骗集团。艺人柯佳嬿，我是真的很喜欢这个产品，推荐给大家。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去参与他们关于销售的部分，这就是他们公司内部的事。但当然，经纪人也有帮忙，把网友的留言反映给厂商，希望他们后续能有一个妥善的沟通跟处理。对此，柯佳嬿的经纪人还协调品牌发声明稿澄清。文字写下，目前涌入大量订单，客服未能及时回复。柯佳嬿小姐仅负责协助某系列产品的广告代言合作，并无牵涉商品本身订购，及时切割，似乎很怕让柯佳嬿个人形象被牵连。消保官比较像履约的问题，是消费者需要去跟业者主张，并不是广告的内容，可能没有办法说我们这些受害的消费者要求说柯小姐需要连带负那个赔偿的责任。消保官解释，艺人通常是代言品牌或产品的形象，确实需要对广告诉求的功效负责。但如果是消费纠纷、履约争议，这是厂商跟消费者之间的契约问题，厂商必须负责。